大家好，我是 Mandy， 我是凯瑞。今年母亲节呢？今年母亲节，我们决定要送你妈妈一个我妈妈大礼物嘛。蛮特别，但是我觉得很值得的一个礼物，就是完美电波。其实呢，妈妈之前有体验过医美几次都是小小的。然后因为妈妈也60加年纪了，女人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呢，跟地心引力的对抗，所以就会越来越需要就是辅助的保养。我觉得每天照镜子啊，可以让自己觉得很开心，对，有自信是一件很值得的事情。因为活在当下就要享受当下的概念，我是这么觉得。而且很多现在男生都已经开始在乎了，何况是女生。对，妈妈也是一个很爱漂亮的人。之前曾经带她体验过1次、2次的微医美，她都觉得感觉好像有越来越进步。那这次呢，决定要送她一个更大的礼物，就是完美电波。然后这次呢，妈妈除了有施打完美电波之外呢，还有施打玻尿酸，让脸型整个更完美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带妈妈是来到板桥的好莱坞诊所来做完美电波，还有玻尿酸的施打。对好莱坞诊所的医生还有整个技术，我一直都很放心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一起来看妈妈整个疗程经过吧。那也期待1个月后的妈妈的完美成果。对，没错，我蛮期待的，因为我对这支电波我自己没有打过啦，但是也做了很多功课才决定带妈妈来打。OK， go。那电波可以改善是什么？可以改善是非常小的小细纹，它可以让你这个静态纹的沟变浅一点，但它不会消失。看看这么深的一个沟，我们只是靠加热方式，它只会变浅一点点。但是很细的细纹的话，它就可以变平，所以它看起来会变得比较紧致。那比较紧致，没有那么多细纹的话，结论上我们看到就觉得，你的脸变亮，细纹改善了，所以光打在上面的时候，反光会比较明显，你会觉得脸变亮。打电波脸变亮是因为细纹的改善，而不是这个粗的纹路的改善。抬下额头，挑眉，做挑眉动作。好，你有看到这边有一些纹路，当你往上挑的时候，这些纹路会变深，这些纹路叫动态纹。像这样子动态的纹路要靠肉毒杆菌，但是如果说你现在没有做任何表，已经有一些凹痕了，这个凹痕比较深，这个凹痕比较深，这个凹痕比较深，这个比较深的凹痕就要靠玻尿酸来做填充，就好像搭帐篷的概念一样。因为我们太瘦了，皮肤就比较皱，从里面打一些填充物进去，让你恢复到以前的体积，往外撑的时候，你的皮肤就会自然而然变得绷比较紧，细纹本身也会有改善，所以这叫外侧拉。总结的话，大概就是提到细的话，我们会2边苹果肌。那电波的部分的话，主要是皮层拉皮，我们今天有600发，600发的话，我们主要还是针对脸还有脖子的改善。就我们脸部的话，一边的话会帮他打250发的电波，那脖子我们一边50发，这样加起来总共100发。那额头的部分，所以这边就会带到如果说额头的部分的话，就是脖子跟额头可能只能选一个。我觉得妈妈会比较在意额头。OK， 那我们就可以针对额头来做加强。OK， 好 ，OK。所以今天这边没有就对了。你想要再加这边也可以啊，没有问题。只是父亲的话，一边的话就是要一直。其实医美还是我觉得是做给自己看的，增加自己的自信心，然后选自己最在意的地方做，有了信心之后，你再来慢慢修自己喜欢的地方，想要改善的地方。除非说你违反大原则，比如说我这边打起来，如果一次打太高，这边可能会比较凹，可能会先跟你讲有这样的问题产生。没有违反大原则的情况下，都是挑你最在意的地方，我们一点一点来做改变。我觉得这样是比较有感觉，然后比较放心的一个做法，一个渐进式的做法。所以我建议1这样4次。好，谢谢。不会。它1颗探头就是600发，这样子，对，它会显示探头。可以忍受吗？可以。它热能会慢慢堆积了，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还好，但后面能量慢慢堆积上去之后，它温度提高了，你可能感受度就会比较强，就会有紧致收缩的感觉。完美电波呢是小 S 代言的，因为呢有巨星的代言，会觉得更放心。对，我们觉得更放心。然后还有一个我会选择完美电波的一个很大原因是，它有通过美国的 FDA 认证。我对于认证这件事情非常的在乎，这很重要啊。对，施打起来才会除了有感之外，安全安心是非常重要的。
还是要热热的感觉？热热。还要吗？很好。可以哦。一点点胀胀的感觉。我们稍微做个塑形调整一下哦。中脸这边的立体性会让我们看起来比较年轻。如果往下掉的话，法令纹变深的话，你就看起来比较严肃、比较老态。所以这边凹槽把它填起来一点哦，这样看起来人就变得比较年轻。这个就是平口肌。妈已经做完疗程啦，刚刚做的是完美电波，然后还有打皮奥西玻尿酸。我觉得医生打得蛮仔细的，细心，非常细心。你觉得过程中感受怎么样？会痛吗？其实那个痛一点点，就是不是那种很刺激的那种感觉，比较热这样而已。比较热，就是热。医生都会一直问妈妈说觉得怎么样啊，感受怎么样啊？然后现在还好吗？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蛮照顾我们感受的医生。对。艾玛现在在敷冻膜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那就等过1个月之后再给你看。嗨。我们呢已经带妈妈做完疗程差不多3周喽，看一下妈妈的成果，我自己看起来觉得非常满意，尤其是这一次做的主要是针对苹果肌的红润感拉提，最重要的电波是针对下脸的拉提。就妈妈现在就是她跟我一起合照都很有 V 感，就是你自己感觉得怎么样？觉得非常的满意，就是真的有那个 V 拉上去的感觉。对，因为妈妈之前一直跟我说她很在乎这个嘴边肉，然后最重要的是我爸之前就跟妈咪说，就说像有笑脸哦，基本上看看有笑脸。那身为我觉得直男的爸爸都有觉得有感的话呢，女生看一定更有感。对，我非常推荐给所有的妈妈们，妈妈们要多爱自己哦。对，妈妈也要好好爱自己，就是在工作繁忙啊、家务繁忙啊，然后各种家庭压力下，也要好好的爱自己。那我来问一下凯瑞，就凯瑞在镜头呢，凯瑞剪片的人应该是最有感觉。脸色的亮度差很多，因为妈妈以前是算比较瘦的，那她现在就是觉得整个比较蓬润之后，整个的脸的气色亮度有差很多。那这次呢，我们带妈妈呢是到板桥的好莱坞诊所给赖医师做施作，那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好莱坞诊所咨询。那这次母亲节礼物你觉得喜欢吗？超喜欢哦，推荐哦，对，推荐超推。那这次的母亲节礼物的企划这部影片就到这里喽，谢谢你们收看，谢谢你们收看，那是谁？拜拜。拜。你觉得妈咪现在很漂亮吗？有没有这样更年轻？跟那个泪之王的女主角是谁？金智媛把我在追韩剧，她觉得妈现在像金智媛哦。